创新搞早，欢迎收看今日10月15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今开始，赶紧来关心高雄市盐埕区城中城大楼发生火烧厝，造成46个人死亡，41个人受伤。经过警消人员逐散逐楼找找，确认现场无新的伤亡者，伫早暗7点半已经全部撤离。这件高雄史上死伤人数上惨重的火灾，市长陈其迈早暗嘛带头回失的。 造成重大人命伤亡，我感到无比的悲痛，深切的自责。在这里要向所有的患者以及罹难者家属以及所有的市民朋友致上最沉痛的道歉。 高雄市长陈其迈带相关局处首长两边行礼道歉。盐埕区城中城大火造成46人死亡，41人受伤，是高雄有史以来史上上惨重的单一建筑物火警，也是1995台中威尔刚餐厅了后，全台湾死亡人数第2高的单一建筑物火警。喂，老姐妹，快一点哦！城中城。 城中城是差不多40年老旧的大商混合大楼，7楼以上有120户。14透早发生火警，自大楼对面的监视器看到2点43分先看到一阵火光，无到1分钟，火势就规个断开。手机有通没有接啊？就这间房里啊，2个房客啊。 消防局出动79台车，159人抢救，一直到早起要到8点火才拍花。市长陈其迈也到现场，讲有可能是有人挑工放火。所有的附近周遭的监视录影熊全部吊起在过滤中。那目击者或者报案者现在有带3人到盐城分局来做相关的询问。起火的原因是不能排除人为的因素了哈。 有人讲，伫咧火灾前有一对男女伫咧大楼冤家等分驶，其中的查某人可能是被列做火灾关系人，带去警局问话。另外，经过警消一站一站搜查，确定现场拢无新增加伤亡，已经伫14暗7点半撤离。对这件重大火警，昨暗陈其迈讲，政府一定会承担照顾受灾户的责任，赶紧查清楚导火原因。同时成立行政调查小组，检视相关机关普通时对包括城中城大楼在内老旧建筑物的管理，对行政管理甲现行的消防法规全面做检讨。记者综合报道。 高雄盐埕区城中城大楼，这栋大楼这个所在，伫英国百货公司电影院，后来是规个10楼起，即马敢若剩7楼至11楼，大部分是改做套房，嘛因为厝税租金较俗，真侪弱势独居的老大人拢细厝住伫遮。行政长苏贞昌嘛有落人去关心这场火灾，强调会协助无厝通等的民众去住附近的旅馆。 火差不多炭烧5点5钟，伫早起7点外拍花。这场火造成袂少人伤亡，大部分拢是独居的坐伙人或者是弱势民众。规栋楼是由城中城自救会总干事做管理员，内底住户1个月纳500块的管理费，来负责的公共电费、电梯维修费等等的支出。不过大个人大部分拢是较弱势，现在无纳管理费。到顶个月为止，自救会还阁亏损18万。独居的迄个老人，还是讲亲属有无？ 感觉囥伫遮囥伫遮拢是较俗。好伊嘛，要甲这个所在拄跟，啊，搁因为过去是足繁华的，即个电影戏院，啊无着百货公司，但是伊的场景都无够10年，拢无落去啊。这栋楼已经有40年啊，因为产权的问题，途经真困难。内底大部分是细间套房，有的甚至无水无电。因为租金俗，来住的大部分是弱势民众或者是坐伙人。伊的产权无解清楚，爱足久啊，而且大部分拢是小套房。总干事讲，成立自救会是想要甲住户斗3工，嘛讲到清早爱斗处理往生的老大人。即届拄着火下，真侪住户有路无厝。社会局启动安置机制，提供附近7间旅馆、190间房间互因先住。也让院长苏贞昌嘛随路南来探视，要求相关单位急速让伤害减到最低。
中央表示会全力协助市府来处理后手的工课。市府嘛讲，等消防人员拍火了，拢出来了后，会为一个位置啊，避免这栋旧的大楼因为火下了后，结构受损长，造成泰路或者是玻璃以外达到来的情形。记者综合报道。大火烧的城中城大楼，伫1981年摕到使用执照，因过嘛捌是真请影。1999年嘛捌发生过一届火灾，虽讲这几年大楼的自救火有望讲会当改善环境，不过这届的大火嘛，互都紧的进度，即马又搁再拖慢。这栋大楼外口的窗仔门是烧甲乌乌，嘛破糊糊。高雄盐埕区的城中城大楼，伫1981年合法使用的执照，尚未到过40年了后，却伫14半暝一场火下，全规的乌有去，造成细汉伫当地大汉的住户心情是真复杂。这更好些啊，明明远啦，无开讲有咩物件，安尼啦，我听无咩嘛，迄阵我。30多年前的盐埕区是高雄上界繁华、上界闹热的行政区，正做自商混合大楼的城中城大楼。迄当阵是介请影，因为为地下1楼到4楼，5层楼内底有商场甲歌厅，5楼甲6楼是电影院，生理是请甲抓袂牢。也若衰微了后的城中城大楼，因为7楼以上的厝大部分拢是细间套房，厝租俗，所以有真侪弱势民众或者是济岁人来遮洗厝。得病呢，阿爷穿咧小单，阮们铁门关开的时候，人咧同接，安那。是治安无好啊。嘿，即摆加足好诶。很久了，他这里是以前也烧过，现在这又再烧了。城中城大楼迄颗厉害的衰败，为1989年高雄地下街大火开始，到1999年城中城大楼嘛发生火灾，了后这栋大楼就愈来愈少人行搭。因为公共设施甲空间真旧啊，而且物件顶较贵的，地处灾害来的时阵可能走袂离，所以城中城大楼这几年有做自救火，想要来改善大的环境，想袂到搁一届拄到大火，对这住户来讲是真大打击。记者综合报道。城中城大楼因为火灾造成严重的死伤，即马嘛互外界咧质疑讲，消防安全检查抑有公共安全检查，敢拢有下规定？高雄市政府是表示，即使是今年伊嘛捌几6届入去检查，毋过因为2楼的部分是私人的土地，甚至搁较围起来，所以就无法度入去。大楼即马嘛一直拢无管理委员会，所以无适用内政部公告的公寓大楼自治管理条例，敢若会当打公告要求改善。破碎玻璃、昏黑的外壁，这栋已经40年老厝，经过这摆大火，看起来更加危险。大楼自救会表示，为7楼以上每栋楼拢3个灭火器，按过市府所谓108年开始，拢无法度入来检查。有一台电梯已经零件都没有了，就没有办法，没有在运作了。没有钱修还是？对啊，那没有，根本没有办法。市府表示，消防安检、公安检查公部门拢做，所以因为大楼无管委会，市府无法度透过公寓大楼自治管理条例检视，每一摆到2楼危害都无法度入去，只好一直打公告。最后一次的公安也确实是在10月12号有再来一次，那么还是不得其门而入，因为都是在1、2层楼就被拦阻。亲像这种爱翻修的老厝，盐埕区至少3栋以上，产权复杂的真多，高雄的经济显现艰辛，也拄到这种状况。老厝想要登起，那用危险牢固建物重建的方式，爱全部所有权人同意；那用途建方式，也爱50%的住户同意，要个经费造成困难，后不少人只好继续大老厝。政府来扮演那个投资建商的角色啦。那因为公家程序要花包要预算，那个很麻烦嘛，我跟上去。那建商你换算的成本，我给你换中机，给你做中机预算给你。专家建议市府找建商合作，以用这类奖励方式鼓励建商投资，居民在先确认盈利安定前提之下，也较愿意参加。记者综合报道。其他消息，咱来关心天气，带乡亲咱做伙来看温度。
今日到明仔早起是透偏东风，虽望已经秋天啊，也毋过天气也是亲像热天遐热，日时温度拢真悬。今日各地高温大约有30度至34度，东半部会落低渐雨，西半部是侪云到好天，过到伫中南部会落西北风。若明仔下晡开始，东北风会增强，所以会略略变天。伫遮方面的北部、宜兰暗时可能会落大雨。因为冷空气嘛对咧来，北部、东半部低温只剩20度尔，日时暗时温差真大，乡亲爱晒衫爱洗日。若中南部是无遐尔寒，颠倒是空气品质不好，按算一波东北风会影响到后礼拜一。昨昏大水雨落袂离花莲台东，也阁出现灾情，亲像水港公路土石啊阻碍交通，山区的基米部落对外交通受阻碍，物资送袂入去。目前正在抢救，另外大水雨算断农作物，估计损失有上千万。尤其水港公路乌土机甲路土机同齐开挖，清理土石甲通门沟啊，因为道路连续落大雨，造成真侪路段拢礁石头、树啊顶伫路的，阻碍通过。车子过不来哦。为着无要互山区基米部落变作孤岛，方面乡公所紧急安排土石流清理作业，要赶紧清出连接大港口甲部落的一条便道。也毋过，连外道路中段，部落已经拄到一寡难题。我们水那边，因为我们这台水管断掉了啊，没办法喝水，找不到取水点啦，杂货店的面都卖光了。村民读册看病比别中断，村长早就动用建比米牛，不过民生物资无够，敢会当靠雨水来小应急。乡公所紧急准备物资上山，解决部落欠食欠啉这问题。那老人家是有固定是每个礼拜都有去领药，那因为路不通，所以有派这个年轻人徒步拿一些这个慢性疾病的一个药，也希望我们这个能够尽快，至少单线可以通车啦。东半部因为雨一直落，对华东农民来讲，这几个月辛苦种作全部白了工。台东县关山镇大面积的稻啊倒去，玉里镇的稻啊也叫大水茶地叛去，受风向的金蕉、玉米这农作物也拢传出灾情。花莲农业目前初步估计损失差不多破千万。大水啊，后来有些漂流木就随着水飘下来，后来刚好覆盖在田里啊。你这样出估损失多少？今年啊，2期啊，100万吧。虽然风台已经离真远啊，不过雨一直落，各地也是持续传出灾情。台30线玉中公路目前因为大雨冲蚀，造成路面规个塌落去，也阁持续伫抢修。对当地民众来讲，敢希望这阵雨赶紧结束。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疫情，昨昏咱国内无本土病例，也阁有8大病入境的案例。另外，咱国内上少年的可能是注意风车注射了后引起的死亡个案，是一个24岁的查甫人，伊注 AZ 风车了后过18天伫厝里生公死，即马死亡的原因也搁咧检验。针对预防车数量的部分，昨早阁有82万外吨 BNT 预防车送到咱台湾，按算伫第12轮被开放予民众注射。最近逐礼拜拢有 BNT 疫苗送到位，由航海英灵、大捷电甲主席等等管的第8批 BNT 疫苗有82万7千吨，拜是透早5点多送到桃园机场，所落来会做风检检验，才甲予民众注射。目前已经到货了592万剂啊。那这批疫苗的有效的效期是到明年的2月17号为止。那国内疫情的部分，无新增加本土的个案，嘛是连续第3天本土零确诊。不过新增加8个带病入境，有5个人是注2档了后搁去围到的。其中这个序号1是有混打 AZ 跟 BNT， 总共2剂的疫苗，AZ 加 BNT 各1剂。序号2、序号8都是接种2剂的 BNT 疫苗。那序号3跟序号6则是接种了2剂的 AZ 的疫苗。另外，注疫苗了后不良事件的通报，新增加3个死亡的个案，2个是注 AZ， 1个是注莫德纳，其中1个是24岁男性，本身无慢性病病史，干那就算较悬尔。注 AZ 了后18天后向死亡，目前法医当地解剖，要来理清死亡原因。那这嘛是目前国内注新冠疫苗了后通报死亡上少年的个案。这个个案是在9月11号接种 AZ 疫苗，那返家当天晚上有开始发烧，有服用退烧药。那9月13号退烧后，并没有什么
不舒服的地方，一直到家属是一直到9月29号上午11点，那发现死者躺卧在房间的床上没有回应。为了要拼疫苗的注射率，指挥中心会在后个月开设大型的注射站，让民众大规模注疫苗。目标是一天的注射量会当达到35万吨。曾仁祥表示，中央会派人协助国军甲感觉注疫苗的工作，来到分担地方注疫苗的工作。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是甲花圃的经验馆摕来做注预防射大型的场地，予民众注射。不过，即届有真侪老大人去遐注射去排队，排队的路线是乱糟糟，真侪老大人拢怨叹讲袂输咧发徛。副市长蔡炳坤到现场了后，嘛发现讲真正有问题，所以安排一千张椅仔赶紧摕去遐，还有安排骹手去引带。疫情指挥中心是建议台北市一定要做好路线标示。实在很烂呐，这个叫柯批来看呐。摆架全火去，二山捷运站一出来，就看到摆架长路路13开始，台北市花圃经验馆为68岁以上甲50岁到64岁注第2剂莫德纳疫苗甲 AZ 疫苗，动线无好，阁无后天备用方案，真侪人都惊排队排到一半就落雨，袂少人有怨言。不是排多久不排多久的问题啊。是这种打疫苗是这样子啊，欺负老人家。那上一次到诊所打都很好呢，我排很久啊，累死人了。他为什么不？你几点就几点，你就照那个时间来就好了嘛，对不对？他干嘛叫一大堆人混在一起？台北市副市长蔡炳坤透早到现场视察，表示动线安排有疏失，第2名，佮安排500张的椅仔，佮派150个人力资源引导。长者从捷运站下来之后，很有秩序的先就座。那就座的话，我们内场时间到了就依序的进来，所以到目前为止，秩序方面就好很多。花圃经验馆13、14拢有1万人有要注疫苗，天气无好，加上动线规划无清楚，面对民众的怨言，指挥中心也建议台北市府做好分流，加清楚标示动线。很多其实是就是在接种的人都提早报到啊。那我们建议就是特别是政府在这边能够把这个分流跟标示清楚。台北市卫生局表示，逐工做完了后，拢会开会检讨，针对需要调整的所在爱改善。无共款的疫苗会将场地区隔好，做好分流。针对第11期做疫苗，15开始，台北市按算有1万人有要做 BNT 疫苗，19开始做第11期、第2期 AZ 疫苗，各有1万人。针对15甲19这2天，台北市会做好准备。记者综合报道。咱国内第5月份爆发本土疫情，8大行业就停业，停业到今已经5个月。昨下晡，全台湾的8大行业自救会是专工去疫情指挥中心申请，因是不满讲因是头一个停业的，即马国内疫情等候宣布机会会当恢复做生意，而且因嘛讲政府提供3万块的补贴，有9成的人拢领无，所以呼吁中央爱量早放令，互因会当营业。疫情指挥中心是表示讲，8大行业即马政府是按算伫2级警戒上下尾一个开放的目标，因会请经济部提出防疫指引，伫后礼拜会对外说明。手举票语，8大行业的代表话讲，我爱政府的纾困，敢若想要恢复营业。8大行业已经休困5个月，什么时阵防疫条件才会当放力恢复营业？业者讲，有影是鸟鸟看，要是无消无息，这个期间无通做工课，嘛无收入，有袂少人甚至已经是想袂开，落尾行地路。我不晓得有多少2个月可以等，我不晓得多少家庭可以生2个礼拜啊，我不晓得在2个礼拜后会有多少人轻生啊，我不晓得有多少2个礼拜之后家庭会破碎啊，那我还要再等多少个2个礼拜？全台湾8大特许自救会相关指出。政府提供3万块纾困的补助，有9成的人是看有食无，即嘛敢若希望指挥中心给因一条生路，而且反驳讲要甲因做一条有困难的讲法。公关在坐台的时候有开始跟结束，是分秒都清清楚楚，人流数全部都是有清清楚楚的。那我觉得这疫调困难这件事情实在是不太合理。指挥中心伫下晡的记者会，先感谢8大行业的业者5个多月以来配合防疫。嘛欢喜看到自救会提出10个恢复营业的条件，包括徛名制、保持社交距离、和员工做疫苗或者是快筛。接落来，嘛请经济部赶紧定出防疫指引。8大行业
那确实是我们目前这个2级期间防疫管理开放的最后一里路啦哈。那当然我们的前提就是说，不可能让8大行业永远都是处于一个停业的状况，他们也有生计的部分需要考量。要未开放的8大行业，包括歌厅、舞厅、酒店等等，这个酷酷等伫希望会当赶紧恢复营业的业者，早3000多份的人事数，希望指挥中心会当量早做出决定。指挥中心按算伫后礼拜会对外来说明。记者综合报道。蔡乡亲做伙关心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咱是来看联合报。行政院长苏贞昌进前是画出10月底进前，做头一档预防下的注射率要达到7成的目标。到站为止，根据统计已经超过5成9，伫今仔日应该就会超过6成。疫情指挥中心昨暗是阁放令第11轮做预防下的资格，阁开放112000个名额。即马是互外界积极讲，这是为着要达成政府的目标。不过，疫情指挥中心是表示，唔是要拼7成的注射率，是为着要互第11轮甲第12轮注射的民众会当平均，安尼就袂伤客。来看中国时报，日本新首相岸田文雄上任11天，昨昏伊宣布要解散国会，众议院打算伫10月19，即马要发布众议院大选的文告甲公告，10月31就要举行选举。外界是认为讲，首相会针对疫情提出对策，另外经济政策应该嘛是这届选择的焦点。来看自由时报，国防部长邱国正昨昏去立法院质询，针对两岸的情势，伊是表示，咱台湾绝对袂起无空，也毋过准讲中国有动作，咱爱咱国不足，爱回应国军嘛只会当应战。伊是强调讲，咱国军毋是塑胶的，毋是干那看咧遐好看头尔。国际上要紧，甲乡亲咱做伙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从疫情爆发到今，目前伫全世界的确定病例已经超过2亿3千万例，死亡人数超过488万人。咱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是新增加8例，目前咱台湾计共16321例。中国病例有96000多例，日本是超过171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病例数上济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已经超过4500万例，印度超过3400万例，巴西超过2100万例。欧洲的国家英国超过831万例，伫法国是超过716万例。WHO 即马是宣布讲，又阁要组团队去中国调查病毒的源头。专家小组嘛表示讲，这有可能是上尾一届会当真正找到病毒源头的机会。另外 CNN 是报道讲，中国最近要检验2019年先欠起来20万份武汉市民众的血，嘛希望会当调查出病毒的源头。新冠疫情爆发超过1年半，已经造成超过2.39亿人确诊，至少480万人死亡。不过到即马，对病毒来源也是唔知影。世界卫生组织13宣布要组成新病原科学小组，再一次前往中国，展开停真久的病毒来源调查。WHO today announced the proposed members of the WHO Scientific Advisory Group for the Origins of Novel Pathogens, or SAGO.The 26 experts were selected from over 700 applications and were chosen for their world-class expertise and experience in a range of disciplines. 世卫专家小组捌伫今年1月前往中国武汉进行调查。伫3月的报告中表示，新冠病毒上可能就是密薄，透过寄主感染予咱人，实验室外泄的机会无大。伫7月中，秘书长谭德赛讲，来源调查受到阻碍，督促中国应该采取更加透明、开放的做法，佮交出疫情爆发初期的原本数据资料。美中两国过去也就病毒的来源一直争论。Right now, this is our best chance, and it may be our last chance to understand the origins of this virus in a collegiate, collective, and mutually responsible way. 新冠病毒起源这个争论高度政治化，世卫官员是讲，这真有可能是找出病毒起源最后机会，了解新病原体，才会当防止未来全球大流行的发生。另外 ，CNN 报道也讲，中国准备检验一批伫2019年底采集差不多20万份武汉市民血的样本。专家认为讲，这真有可能就是新冠病毒头一遍感染予咱人的证据。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译。
来关心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伫昨昏是宣布要暂停来往阿富汗的航班。因讲塔利班将关掉后，强迫飞行机票爱降价，佮恐吓公司的员工，和飞行机的起降化解就爱改，是愈来愈恶质，所以因决定归去先停飞。伫咧塔利班命令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爱降票价了后，巴基斯坦航空公司随即宣布暂停飞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班机，显示因对塔利班高压的手段已经无法度搁再忍耐。塔利班警告讲，将会将票价降到8月进前阿富汗旧政府时期的价销120到150美金，差不多大票3400到4200，若无降价就停飞。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是目前唯一有直达班机的外国航空公司。公司的发言人阿布杜拉汉恩伫咧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访问的时阵讲，塔利班接管政权了后，因9月13恢复包机是具有人道的考虑，也个外援友善团体的建议。其他航空公司根本无可能经营这种航线。另外，保险公司也认为，阿富汗这么也个是战区，保费正悬，票价一张起10倍，也是拄好啊领。一礼拜就一个例，迄当阵一个航班正伫咧执行登机作业，阿富汗航空硬是将飞机顶一半的人救落来。阿富汗国际航空公司讲，176位准备要离开阿富汗的人无法度走啊，抑个因为保费正贵，互因损失要加50万美金。不过一寡需要坐飞机来回旅客正失望。一位伫咧制药公司上班的员工阿布杜拉讲，边境已经关起来，怎么连机场也封起来，袂输敢若关伫咧鸟笼内面共款。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也个讲，塔利班威胁因伫咧阿富汗的员工用枪拄伫咧头壳顶几多点钟，因为怀疑伊帮助加救阿富汗人赶紧走，一直到巴基斯坦驻喀布尔大使馆出面代志才解决。一个就是每一遍起降的规定讲改就改，塔利班袂输敢若甲航班当作是因的包机，不过拿当地局势改善，互这条航线变作更加有利营运，因也阁评估是毋是要复飞。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日本有国的脱离北韩的人，执事去告北韩的领导人金正恩。其实这脱北者本地拢是南韩人，是互北韩宣传讲，伫平壤的生活过了偌好拄偌好，尾也发现哄骗，就尾才走去日本。伊嘛提出诉讼，要求北韩爱赔偿1票5亿。东京法院即马已经受理，嘛公告要传金正恩去东京出庭。互人骗的5位民众甲家属，由被报条行到东京地院，被告北韓政府骗因搬去大。北韓領導人金正恩是被傳喚對象。向こうの北朝鮮は北は何不自由なく暮らせると、地上の天国だと言って暮らしたわけです。誘ったわけです。兩韓伫咧過去為着要吸引住伫咧日本的韓國人回國，其中北韓講平壤是迄當陣的人間天堂，真多人叫是真的。在1959年到1984年25年之間，有超過93000人真正搬轉去平壤大，才發現互人騙，住伫咧遐攏無人權，所以走離開北韓了，去日本的法院告，要求5億日元代表1億3000萬的賠償。今も北にいる人々は苦しんでると、それ北朝鮮の人々も含めて苦しんでると、それを救いたいと、それから自分たちの身内。日本に戻りたいと言ってる身内を返したいと。照国際法，民眾是無法度向他國政府提告。因過日本只敢若承認南韓是朝鮮半島唯一的合法政府，所以北韓領導人金正恩就被要求代表出庭。因過這件官司，金正恩正明顯的未出庭，原告也無啥可能摕到賠償，象徵意義大過實質。北韓這麼正欠糧食，特別是囡仔甲士大人。聯合國一份報告講，受到新冠疫情影響，北韓將邊境封起來，減少甲中國的貿易往來，再加上國際上的經濟制裁，和北韓國內欠糧食的問題更加嚴重，是不得繼續起正懸。有專家建議安理會需要考慮放零制裁，盡對北韓提供必要的人道援助。公司新聞陳思東編輯。来關心，經過幾多個月協商，美國嘅電影甲電視部也工作人員嘅工會，指定一日表示，準講資方無法度改變勞動條件，安尼因按算對18後禮拜開始要發起全國大罷工。IAT 是國際戲劇舞台從業人員聯盟，是美國電影甲電視部工作人員嘅工會，會員有6萬人。
这个月初是有9成的会员以9成8支持率通过这个提案，内容是若无法度甲电影公司就新的合约达成协议，因就要罢工，而且直接授权予工会理事长蔡德权。即马协商已经几个月啊，情到担忧无法度解决。IATSE 理事长马修里伯13宣布，以美当时间10日返点，加做最后谈判期限。Fighting for the weekend, as I said earlier. I mean, it's 2021, and these people are working overtime. They're, answering the call, and yet the companies now who are making pretty tidy profits suddenly can't pay overtime. Yeah. And suddenly you can't have a meal break. Right. And you're ending your shift on a Friday night and are being called back Saturday morning with less than 8 hours of time in between. IATSE 希望电影公司签的新合约，内容包括合理的休困时间、食饭时间、健保甲退休的计划，还有调整薪水的方案。尤其是最近这几年来，市场的规模愈来愈大的 Netflix、苹果、甲 Amazon 等等的串流媒体平台，因前到代还佫伫咧使用2009年创业初期，迄当阵薪水的标准。比主流甲有线电视节目的工作人员，因的旧合约要低真济。若是真正罢工，这是 IATSE 成立128年来头一届全国性的罢工。按算会对伫疫情期间已经停工几个月，而且卖票的生意是土的电影公司产生真大冲击，甚至可能会影响到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第8轮是个派穆斯林团体发动示威，反对一个调查去年贝鲁特港口大爆炸的法官。结果伫示威的时传出枪声，造成上无有6个人死亡。美国即马烦恼是造成宗教派系冲突，呼吁大家爱冷静。美国 FDA 批准美国60个岁以上的时段重症也有高风险的人会当做第3档莫德纳预防射。阿那拉脱维亚即马疫情也悬，估计即个确定病例创下新悬，连因的总统做过预防射嘛去画着。来关心英国海军2架新型的巡航舰驶到美国的加州，英国表示，这2架军舰会伫印太地区5年至10年。来关心外交部是统计今年甲打欧洲议会已经通过11项有台的决议案。若日本的新核次议会嘛有通过支持咱台湾以观察员的身份去参加 WHO 的会议。若咱驻美国的代表萧美琴有甲美国国务院新上任的亚太助卿康达见面，康达是表示美国对咱台湾的承诺会照拼照行。最近台欧关系真好，有代议案也不断。外交部统计，2021到即马，欧洲议会全会已经通过共同外交甲安全政策，展望欧盟美国关系。新欧中战略报告定11项有台决议案，提起降低台海紧张情势，也甲寻求合作的可能。欧盟也强化甲印太地区民主友伴，亲像台湾的关系。欧洲议会不断以具体行动关切台海的和平稳定。呼吁欧盟与台湾深化各层面的合作，外交部对此表示由衷的欢迎以及感谢。毋但欧洲，日本新核次议会69位次议员进前通过挺台意见书，支持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10月底伫新核举行的 WHO 西太平洋地区委员会。中国抗议甚至施加压力，停办日台交流峰会。也过自民党新核次议员挺台湾，强调绝对袂屈服。驻美代表萧美琴13前往美国国务院，甲新任亚太助卿康达会晤，2个人就台美开核议题谈1点钟。康达也表示，美国对台湾的承诺真坚定。感谢美国政府，他多次的重申对台湾坚定的安全的承诺。美方同时，他们也以具体的行动来强化跟台湾的互动以及跟台湾的合作。共机最近一直邀台，美国众议院军委会共和党首席议员罗杰斯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借着这件代志评估美国总统拜登无勇气介入并保卫台湾，拜登袂使无管。就连俄罗斯总统普廷拢罕见回应台海情势，伊表示中国无需要动武，干那靠经济就当达成统一台湾。伊认为中国的经济实力真好，台海无爆发武装冲突的威胁。记者综合报道。即阵台海的情势、台海局势真是有较紧张。国防部有提出12项提升战略的做法。针对外国媒体即马拢在风声讲，中国已经定出要当时要拍咱台湾的时间表。不过国防部是表示讲，因认为中国袂随拍过来。
中军常态化扰乱咱防空识别区，大兵力强化战场经营，对台威胁增加，将对外国媒体甲中共拢传出强军攻台时间表。国防部长邱国正则是表示，国军原则上无做所谓时间表。中国国台办表示，强机演训、甲台海周边军事行动是正义鼓动。邱国正强势回应：炮弹无涉水，若危害国家，国军一定会保护。我们不会去分，他在对哪些人。那话讲回来，如果说对哪一些，那我就不管这一段吗？不会，我们是放眼整个台湾防卫作战，我们要维护着国家的安全。法国国防部正式要派电子侦察舰经过台海。邱国正表示，国军为早甲暗全程掌握台湾周边的海空域动态。不止邱国正表态，即马是伊做兵以来上严重时刻。副部长王信良也强调，这是伊做兵42年来上严重时刻。尤其两岸即马都惊意外发生。目前掌握的状况呢？现在一般来讲，我们不觉得他现在会立即的对我们任何有侵犯的动作，但是我们全面性的在掌握。国防部提出11项精进整体战略，继续强化前进手段甲突发状况处理，增加用兵弹性甲节约。明年近地战纳入基层部队训练，各造武器2016年到位，向美国备战车自走炮顶完成，接算爱到2019年，因为烦恼人员变成问题。所以我们的部队调整这些的相关的编装，是不是在2026年以前要完成？不止，他每一批装一到就要改嘛。我说最晚呐。对。10月初，美英制定6个伫南海联合军演，各国展开唱水南军备竞赛。邱国正表示，台湾推动各自，不过也无放弃向外国买唱水南。记者综合报道。立委陈柏惟的罢免10月23要投票，即马罢免陈柏惟的团体是表示讲，因支持陈柏惟伫4当前有设一间公司，而且伊申报财产无老实。陈柏惟是表示，伊这间公司的收入甲支出拢是零，无实际经营，总讲安尼有违法，会甲公司解散。部长好，刚刚马委员讲得很好，我本来没有准备，不过我也想请教一下进度。我对全民国防手册已经咨询5次以上，我想请问一下现在的进度如何？陈柏惟则是一个上立法院国防委员会质询台，面对国防部长邱国正，并无亲像9月27进前同款，坚持用台语质询，阁先学罗前一个质询的立委。国民党籍的马文君，阁强调家己已经是第5遍质询全民国防手册进度，下晡阁转去到选区继续100点钟行遍选区的活动。这届也阁有前考进院长姚嘉文，也甲立委张廖万坚陪同，争取选民对伊的支持。加油！加油！那我们只是把每一天在做的点对点的事情，把它连成一条线，画成一个面。所以我希望就是透过这样子的方式，也邀请大家来跟我们一起走，一起认识选区。另外一边，罢免总部阁出招，支持陈柏惟伫106年11月初7，以20万块的资本额，伫高雄设立旺达创意有限公司。不过监察院财产申报表看无相关的消息，已经发函向监察院检举陈柏惟财产申报无实在。对于这件代志，陈柏惟回应，这间公司无实质营业，收入甲支出拢是零，强调这是一时性哦，也无造成任何利益的损害。若做有违法，会甲这间公司解散。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继续关心高雄城中城大楼的火烧厝，这场火烧厝造成46个人死亡。若今年6月份伫中华的交友大楼冒发生火灾，是造成4个人死亡。这2栋共款拢是较旧、较老的大楼，旧凹旧臭，而且商业甲徛家嘛难做伙。有专家即马就呼吁讲，针对较旧佮较老的大楼，这导生的问题，应该爱全面做检讨。消防车一台一台出动，高雄城中城大楼的一场大火，烧掉至少46条人命。今年6月，中华交友大楼的大火，大家拢还阁会记哩。4个死者包含一个少年的消防员。这2间大楼拢有共同点，都是老旧的自相混合大楼。不幸若是拄到火警，住伫内底民众安全逃生，处处是关键，不过定定互人疏忽。
它里面可能住的是弱势族群。第二个，它的设备相对也会比较老旧，它的建材也会比较老旧。当这些不利的条件综合起来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老旧建筑它可能发生火警的时候呢，它可能蔓延的速度会比较快。看历年来重大火灾史上，73年台北市时代大饭店因为电线烧拍电造成4个死亡，在后改造集合式主题的隐心大楼，85年佫因为人为放火2个人死亡，82年卡尔登利用放火案21个人不幸死亡，隔2年嘉义市嘉年华大楼大火造成11个人死亡，再来92年泸州市大喜社区大火，因为单一楼梯单一出口造成14个人死亡，也有94年台中金沙大楼火灾，今年彰化市交友大楼、高雄城中城大火，拢烧出老旧大楼导生的问题。往海岛说，如果发现浓烟，你可能没办法逃出去，我们可能要逃生不及，我们只要留在原地做避难。可是如果你门开出去，已经确定外面都没有浓烟，所以你就可以什么，赶快去做避难逃生，往安全梯固定的安全梯做避难。但是你在避难的时候，不能把门打开。107年至109年中间，主题火灾拢总发生1.8万件，占建筑物火灾的75.9%，死亡人数有313人，占建筑物火灾死亡人数的80.3%。预防火灾除了平常时爱注意电器使用，这防火安全上好爱安装自警器，有一个防火环境。拄到火灾，千万唔通丢弃收物件，嘛唔通坐电梯、秘密的间啊。消防署提醒大家，伫1分1秒拢重要时阵，千万唔通延误逃生的时间。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城中城大楼火烧厝造成46个人死亡。新北市长侯友宜昨昏时表示讲，伫新北市内底，这款混合式的商业南徛嘅大楼，而且起11层楼高以上的，就有要90栋。新北市政府即马按算要针对超过30年以上的大楼，大声办理消防抢救演练。那台北市的部分，11层楼高以上的，佫较济有5000栋。台北市嘛表示，因会进行消防演练的专案。开门有烟跑出来哦。发觉门后有烟，消防人员布水线，导弹指令，马上开门压水。新北市消防局进前针对大楼做火场救灾演练。根据统计，新北市各类的复合式大楼11层以上有将近90栋，每半年都会做消防安全设备检修。消防演练市长侯友宜讲到，高雄城中城火灾表达心痛甲艰苦，也指出申报7栋超过30年以上老建筑，会先办理消防抢救演练。针对本市90栋，尤其有7栋像3重天台等超过30年的老建材物，我们从现在开始就不断的优先办理消防的抢救部署演练。新北市消防局表示，已经派人去3重埔天台大楼检查，超过30年大楼本来就抢救部署计划，平常时拢公安检视，和消防人员熟悉大楼内底设备，包含上水口、紧急升降梯，了解内部动线，甲分推车进出路线拢会掌握。台北市有3万多栋，其中11层楼以上的大楼有5000多栋。消防法规定，强制安装压水设备，火灾抢救永远加困难。11楼以上楼层相对它的楼高比较高，它在抢救上或是在整个避难疏散引导，还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或者说因为它高度的问题，在抢救上需要有相关高空作业。11楼以上，在消防法它有不同的，对设备上也有不同的要求。针对电影院、KTV 等大型公共场所，业者爱每年2摆自费消防编组演练，消防局也定期抽查。台南市消防局清查复合式建筑物50栋，其中8楼以上大楼有14栋。这是针对台南火车站头前的中华国宾商业大楼等6个复合型大楼做火灾抢救演练，也检视消防设备，确保意外发生的时阵会有录像。记者综合报道。伫2019年，捌摕到总统教育奖勋任的李嘉美，伊利用这条钱、这笔奖金，成立一间小公店所谓画廊。伫甲地方政府也有民间团体合作，来帮助该同款的身心障碍画家会当创作，行出家己一条开快路。伫明仔暗7点半，公司台记台青春咱的网节目，要带乡亲咱做伙来看小公店画廊的故事。我们等下先把画拿出来，然后帮我都先放边边。từ台中营总的中营画廊展出温暖团队小公店画廊艺术联展。主办者李嘉美是严重海洋性贫血的患者，
伊在2015年得到总统教育奖了后，运用奖金创办小公店所谓画廊，鼓励身心障碍者会当透过艺术自立生活，找回自信。大家拢讲啊，你是骗我的吧？说怎么可能会有这种画廊？之后就画家会开始就是去理解小光点画廊的里面的运作。那开始说真的有卖到画，那他们就慢慢的开始接受小光点画廊啊，也会去介绍很多朋友进来。我本身就在协会画画嘛，然后会帮他连接到我们的协会油画班，帮他连接到中部的商游。即阵已经有40位画家甲小公店长期合作，而且小公店也甲地方政府、殡仪单位、民间店头举办相关活动甲展出，互新疆画家的作品会当有互外界看见的机会。身心障碍的朋友其实伊要创业其实是有困难，不过我们会想说伊的梦想是啥？那有机会我们去成就他的梦想，这个是我们。也对在地的年轻人有一些的期待。不管是身体的病痛，也是心中个人拄着灾厄，新疆人士较歹找头路。李家美希望透过小公店画廊，互身心障碍者袂阁互搭上社会劣势标签，发挥家己的专长，用艺术互社会有更较侪温暖色彩。记者吴定武、黄文良综合报道。英国台中是互咱叫做文化城，对日本时代开始就有侪戏院，不过时代进步改变了后，连锁的电影院愈来愈兴，互这个老台中人娱乐场所就豆豆稀微。即马国美馆甲地方的文书团体最近有举办一个行道活动，带民众对台中的后火车头出发，而且用台语来小解台中电影产业的起起落落。咱即马看到的一个戏院是伫即个战后才开始经营的一个空中戏院，但是其实伫日本时代时阵，这个建筑物就伫咧啊。台中文书团体伫咧台中后火车头成功路即带，用台语替大家小解即间捌经营一架子的空中戏院。1953年以前，这是台湾歌戏院；1953年以后改建做空中戏院，主要放西洋片。2004年，连锁的大型电影院开始兴起来了后，全收起来。南台啦、南华啦、丰中啊、台中区，都是我们谈恋爱的时候的约会的地方。这是咱生活一部分，但是足侪戏院其实随这个都市的发展了，豆豆啊都收起啊，都无去啊。讲起英国台中人的休闲娱乐，即间伫咧南华戏院边仔的罗氏广告社，画过真侪出名的电影扛棒。16岁伫咧学画扛棒的罗师傅，讲即出台语电影《大劫梅花鹿》，就是伊画3点钟的作品。可惜就是讲，即马无那个样品让你们欣赏，好人用掉。众人行伫咧烈空铁道顶头，也阁发现李行导演拍刺压人家的电影场景。台中以前有所谓的文化城，像以前有一些中央书局文协，也透过文协这地方，再有一些艺术，就那时候所谓的映画了，就是说现在的电影。来上面来发展。国美馆甲台中地方文书团体对台中电影的发展史出发，带民众对后火车头用母语了解英国，互人叫做文化城的台中，到大又真有故事，真迷人。记者民警陈保罗台中报道。贴乐高插角啊，这真侪囡仔拢真介意耍。即马因是宣布讲，要甲游戏内底因产品的性别使用的角色甲提掉，互囡仔家己自由发挥、自由选择。英国学校这课堂将有创造力的囡仔用乐高积木打造家己心目中的乐园甲时光机器，被问到因介意色水，性别的差别都看会出来咯。It's one of my favourite colours and it's yellow and I like the people. I don't like the Lego Friends because it's a girl thing and it's pink. 5年乐高积木公司10月国际查某囡仔节这一天，甲真仔戴维斯媒体性别研究所发表一份共同研究报告，指出查某囡仔比查某囡仔有意愿接受非传统性别刻板印象的游戏，不过常常抵袂着家长社会鼓励。乐高就算是被启动为查某囡仔准备好的
行动，协助世界各地想要改变世界查某囡仔，透过改变乐高7套名企图性别刻板设定的系列，让每一个囡仔拢用因喜的方式游戏创作。Could never assume that something is just for boys or something is just for girls. I think we should not be making those assumptions. I think we should continue to develop products that are tapping into the passion points of kids and then play patterns that they really like and the building patterns that they really like. But we need to let them decide. 性别研究所建议家长伫囡仔游戏时阵兼顾多样化、互换角色，鼓励因甲无共款性别朋友斗阵，勇敢挑战性别刻板印象，同时爱慎选媒体资讯，改变目前游戏文化，激发囡仔创造力。公司新闻是会长朋友。昨昏10月14是国际电子本扫日，因为即马人拢有手机啊，拢会用电脑，科技发展了后，3C 产品的本扫嘛愈来愈多。敢若今年就已经累积5700万栋的这款本扫。即马环保团体是呼吁这电子本扫一定要回收再利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广场顶悬，游客每一个人拢有智慧手机啊，用光辉翕相行动支付。消费者常常换新的手机啊，厝内底至少拢有过时无咧用的旧产品。I think my first was Alcatel One Touch Easy. It's 20 years ago. I think yes, but just for remembering the time. 1 to 2 won, but we didn't use it. Just we keep it in the cabinet. At the same time, we have old computer. Also, we keep it in the cabinet because if we put it in the for sale, nobody will take it. 今仔日上新款明仔电子本扫，国际废弃电器电子设备 WEEE 论坛指出，今年全球的电子本扫总量有5770万吨，吨正做一座电子矿山回收比例正低，原因是环保告知安全、买介绍正贵、甲缺少方便的管道等等。啊，毋过这电子产品拢用大量浓缩提炼过的贵金属、甲稀土、钢铁这材料，因呼吁爱有效果利用。这样减少对地球资源无尽的开采甲跋涉。The concentration of gold in a smartphone, for example, is 1,000 times the concentration of gold of a similar size in an ore. Every material that is not recycled or that is not recovered actually needs to be mined if you want to produce the same amount of products. So, and mining is a very environmentally damaging. 比利时这个废料场是老旧生产机最后的所在，跳动线、电路板甲电容了后拍碎互金属、白铁滚筒甲塑料外壳分开，各自有再生的空间。主管骄傲表示，除了涂刷甲湿气以外，规台生产机98派材料拢用回收搁利用。公司新闻是会长朋友。天气报你知，提醒乡亲特别变天啊！对明仔下晡开始，东北风会增强，会略略变天。这方面的北部依然暗时的时可能会落大雨。嘛，因为冷空气对咧来，所以伫北部、东半部低温只剩20度尔尔，而是暗时温差真大，提醒乡亲爱脱衫。咱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4度，上悬34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33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4度，上悬32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4度，上悬30度。外岛是26度至34度。继续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司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祝乡亲平安顺心，明仔早起9点，咱再会。